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早。伫今早起，咱要参加做伙敬拜主以前，请咱将咱的手机关做震动，也是关机。伫咱敬拜的中间，会当来安静完成咱伫今早起的敬拜，无地高影响。恳求上帝帮助咱伫今早起的敬拜，咱会当三甲先安静心，做伙动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愿你圣神成做阮的帮助。引带阮，互阮伫安静、顺服、敬畏的心，用阮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上帝。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顺探圣神对阮的感动，引带阮今日伫上帝你所为阮备办平安的青草地，互阮明白伫阮的生命中间需要上帝你的平安甲祝福。恳求上帝你将即款的恩典。搁一摆来赏赐互阮，也互阮伫今早起的敬拜，会当开阮的喙，开阮的心，做伙伫你的面前，用欢喜的心，用敬畏主你的心来学乐主上帝。互阮的生命毋若交托主，嘛互阮的生命伫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的内底，来得到主你的祝福。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每一日早起起来，咱就来学乐咱的主上帝。弟兄兄弟姊妹，你有欢喜伫主的面前，参加来学乐咱的主无？邀请咱，因为牧师今日无啥声啦吼，所以等下咱唱歌的时阵吼，咱认真注意来看咱的歌词，咱做伙大声来唱，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拍谱啊！透早起来学乐主。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来，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这时牧师要邀请你去找5个人啊吼，若有法度，咱所在无介大，所以邀请咱会当找每一个人来甲伊请安讲，透早起来，就要来学乐咱的主上帝。透早起来，就要来学乐咱的主上帝。
透早起来，就要来学着咱的主上帝。透早起来，学着咱的主来。透早起来，学着主。透早起来，学着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着主。透早起来，学着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心啊，我将我的心啊交托你，因为伊是守守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都奉你，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着主。透早起来，学着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着主。透早起来，学着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愿咱拢会当见着耶稣，心内就安怎有平安啦吼。所以，甲你边仔的人讲吼，要坐来以前，甲伊讲，愿你见着主耶稣，你的心就平安。愿你见着主耶稣，你的心就平安。请坐。献上感谢。我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谦卑你面前，万事皆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真站在云里，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我献上感谢，我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谦卑你面前，万事皆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全常在于你，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感谢我们的主，我感谢你，耶稣。咱伫主的面前，咱拿献上咱的感谢。
伫咱的生命中有侪侪成就，咱若无感谢，咱无法度通自信看伫主的面前。定睛仰望你，用感恩的心来唱。我感谢你，耶稣，传颂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耶稣，因你们为善，你的心事直到永远。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园，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园。我们再次说，感谢进入你的门。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园，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园。我感谢你，耶稣，传颂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感谢你，耶稣，因你本为善，你的心事直到万代。他是信实的主，你的心事直到万代。咱就会来祈祷。主啊，阮伫你面头前，阮要用感恩的心，用感谢的灵来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知阮若无用感谢的心，阮的心无谦卑，阮的心有骄傲，阮的心硬心无愿意来跟对你。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有一粒谦卑顺服的心，做伙来到主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所对阮的教导，互阮的心内有受教的灵，有受教的心，做伙来伫领受主你的旨意的内底，来完成主你的大使命的工作，去传福音，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上帝你的旨意伫阮的生命中，伫这地面上，亲像你天日来成就上帝你美好的心意。愿上帝你赐福阮，带领阮，互阮每一摆敬畏你，来献上感谢学乐的时，阮就用谦卑顺服的心来学乐主。感谢主，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你
我袂当行伫你旨意，尊叹上帝的家事，放纵我，搁较多祈祷，放纵我。放纵我，放纵我，搁较多祈祷，放纵我，搁较多我搁多相信你，亲近敬畏你，一生来跟随你。放纵我，搁较多祈祷。放纵我，更较多我过。放纵我，更较多我过，多多相信你，亲近敬畏你，一生来跟随你。相信你，多多相信你，亲亲敬畏你，一生来跟随你。求你甲是我所想家己的日子，予我力量。我一心要跟随你，一生要跟随你，我的心献出予你，我一生要跟随你，因无你，当你行去。
主啊，阮感谢你，愿阮有一颗愿意的心、奉献的心志，互阮每一摆来学乐你、敬拜你的时，阮就定心立志。阮知影，阮一世人若无跟对你，阮会失差错，阮会行偏错的道路。愿你成做阮的帮赞，因为主你讲，敬畏主你的人，上帝你要赏赐予伊教业的智慧甲平安。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成做一个敬畏主的人，互阮得到智慧的心，互阮时常伫主你的面前学习来跟对你。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亲像这首歌所对阮讲，互阮一世人会当跟对你，互阮的心会当羡慕你，互阮的心毋若跟对你羡慕你，互阮会当甲主同行同做伙，去做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愿上帝你帮助阮，既然有劳苦背重担，通来就近主耶稣，互阮的心志定心立志，会当一世人跟对主。得到欢喜甲快乐，同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搁一遍低头来用。你甘是我终生爱你的意志，哦，我的了解你的心。这时无需要请咱做伙同心来为着咱手边侪国际社会，包含咱伫教会内底咱做伙为着侪项事，咱来做公道的时间，邀请咱做伙伫祈祷的中间来笑念有侪人伫伊生命中间所拄着的危险，特别咱嘛为着乌克兰侪伫艰苦的中间接受灾难，或者的难民。灾民，咱恳求上帝亲自来帮助因。特别咱嘛为着着爱长老伫伊的查某囝妙玲姐妹，伊伫昨来离开世间，蒙主恩召。咱嘛恳求上帝将安慰的灵来赏赐一个家庭。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主阮喜爱亲近你，恳求上帝你将你的平安赏赐你，专求特别伫战争的国家，无论以色列。真最臃肿、真最复兴的教
传达你最需要的人的生命中间，愿上帝理性。诚做阮的帮赞，祝福互阮每一个人伫树立信心的内底，会当经验互阮伫信心的内面的功课。恳求上帝你的智慧的话语，常常来激励阮的心，帮助阮通过祈祷，通过信心的瓦课，阮相信圣神要引带阮头前的道路，来经验上帝你满满的祝福。愿上帝你祝福阮，祝福伫阮心神有软者，身躯有病痛。心灵有忧伤的兄弟姊妹，愿上帝你亲自将安慰的心赏赐予阮，同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个是邀请咱咱做伙来做信仰的宣告信仰这个书读圣经咱做伙来做信仰的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地。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地，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咱来启用启用文44篇，记载伫以赛亚书40章。咱做来启用。恁的上帝讲：要安慰，安慰我的子民。要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受压迫、劳苦的日子已经满。因的罪责已经还清楚，因为着家己的罪，已经受到上主加倍的刑罚。有声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伫风波收平咱的上帝的大路。逐个山谷拢要天好甜，大细山头拢要滚互家。弯弯的要改好直，坎坷的要受互平。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所有的人拢会看见。这声上主安尼亲自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我讲要宣布什么？着讲人要亲像草，因的阳光亲像山野的花。草会干，花会谢。因为上主的气分伫顶面，这声人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毋过，咱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报好消息互锡安的人啊，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人啊，着大声喊。着大声喊，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你的上帝来啦！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权能来临。要用权力治理。看伊像滑倒转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拯救的子民行伫伊头前。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用手我羊仔囝抱伫胸前。这声伊伊要带遐个互羊仔4年的羊母稳稳啊行。这是咱遮圣后对来献诗。
乐的声要透到天顶，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咱的生活队员，嘛欢迎咱的兄弟姊妹有兴趣唱歌、爱唱歌，拢来参与咱的圣歌队。即时我来报告消息，咱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咱要召开12月21日下礼拜六，就是咱甘南大教会的即个圣诞同工会，伫今仔日1点伫南大教会，咱若要做伙去，咱12点50伫咱教会集合做伙去。伫11月初10、11月24日暗时7点半，大桥里联合圣诞活动的乐器的团练，请服侍同工会当来注意时间的团练。第二，咱11月30拜六，提摩太牧区要举行一日游，时间是8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伫高雄科工馆，阁有中央公园。咱的对象是中班到国小6年级，咱的费用只有100块。若要详细，咱看咱的公布栏。第三，12月21日拜六，咱下午2点到下晡5点半，咱伫大桥里联合圣诞市集，幸福有爱等你来。咱邀请咱的亲人朋友做伙来参与即个活动，分享主的听。咱1楼有招待岛，有当日的服侍的来听，你会当来做啥物？欢迎咱来为着即项咱的地，咱会当来出来做服侍。第4点，咱12月22日礼拜日主日煞了后，12点到2点，咱有圣诞联合咱的爱餐会。咱今年要采用自助式的方式，欢迎咱邀请咱的家人也是朋友来参与这个爱餐。同工咱主日会后了后，要做伙去伫咱的厝边隔壁邻舍来发放这个圣诞糕，来分享主诞生的好消息。了后，咱报佳音了后，要伫1楼来用餐，请要参与这个圣诞的兄弟姊妹伫1楼招待岛，咱来听咱要来的人数。好，下面咱来看做伙来看圣经，我用台语来读。上帝会行做，搬过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神造的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3章20节。即时咱做伙来看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3章20节到21节，我用台语来讲来读。上帝用伊伫咱中间的运行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21节，愿荣耀伫教会中，通过基督耶稣。互上帝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阿门。这是咱请提摩太牧区文博宝庆，伊来用华语读一解。可以，我帮你拿，你打开，打开哦。大家好，我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3章20到21、20节，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21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感谢主。好，来，咱真多谢咱的细囝吼，甲咱读圣经。
邀请所有的这小朋友吼来到台前，来，咱来做伙来为着因来做祝福的祈祷。来，好，来，好来，家己起来哦吼。好，咱徛好，咱祷告，手合起来，对，手合起来哦。来，咱做伙甲目睭闭起吼。天父上帝，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阮要为着这细囝来献上阮的祈祷、感恩、甲恳求。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这细囝，毋若伫主你的面前，诚做主你的欢喜，嘛互阮会当常常为着这细囝，伫人生的道路中，将性命交托互上帝来做管教，互因有受教的灵，互因有对主你遐来的信心甲气力，通伫学习、伫长大的过程，会当不断学习、不断成长，互因学习会晓听爸母的话。会晓听上帝的话，互因知影一生的道路，若无主的话，正做因头前道路来行的时，往往难免性命会损失，侪侪介要紧性命的智慧。恳求上帝，你赐福阮遮细囝，毋若正做家庭的祝福，嘛正做教会的调酒，互因常常结连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做上帝你所欢喜，会当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上帝你嘛赐福每一个老师，每一个付出心力投入的同工。愿上帝你赐福因，互因有智慧，通过甲主的关系建立，嘛互因将主的道传伫遮的每一个细囝，互因明白主你的话语，互因明白上帝你的话要安怎来行，嘛互因明白要安怎伫行的中间来应显上帝你的荣耀。愿上帝你将这智慧赏赐互这老师。互因常常伫主的面前，会当诚做主你所欢喜尽忠的奴仆。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谢谢你们感谢主。你看2次、3次以后，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会知道了啦所以真欢喜，咱要安怎教导咱的囝儿后一代，互因的性命会当伫成长的过程。做一个有礼貌，甚至正做一个会晓要安怎伫主的道路中，无论伫社会内底，拢会当正做一个有礼貌的人啦真感谢主牧师伫遮嘛简单补充报告啦今日咱等下伫1点的时阵，嘛伫咱12月21号的这个联合圣诞节的活动的当天，嘛邀请咱伫12点5站咱要做伙出发去到伫南台教会来做讨论所以如果你若是报名这个有关这个交通的部分的当天，嘛邀请咱时间上来拄好会当做伙来，咱做伙来南台教会顶摆因是来咱遮做伙讨论啦即摆嘛邀请咱若有负担伫遮的工作的兄弟姊妹，你若愿意的，嘛会当做伙来了解，嘛来熟悉南台教会牧师甲因的环境我感觉讲咱含南台教会其实是算姊妹教会咱来了解咱大桥教会起初对民族的教会分析出来，就是2间教会，一间的南台甲大桥教会。所以这2间教会其实咱的关系应该是爱做密切，所以嘛真感谢主，上帝互咱会当通过因的小牧师当来就任，今年当就任，所以伊嘛有这个热心，期待讲咱大桥教会当甲因做伙做联合来办这个圣诞节的活动。所以嘛，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邀请咱伫咱做伙来领受今仔日上帝话语以前，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活命、稳定甲大气力，互阮会当伫主你的内底享受平安甲稳定的祝福。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的心灵毋但会当诚做清醒的人。互阮会当搁较感谢伫主你所赏赐，互阮会伫主你的听的内底来享受迄个平安甲祝福。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有勇气甲气力，伫实践主你的真理活命话的内底，互阮的生命会当通过你的真理活命话来得到洁净的心。愿阮的生命时常会当伫昆读主你充满真理活命话语的内底，互阮会当知影你爱阮要安怎行。诚做阮生命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的生命活咧有方向，充满着智慧甲平安的道路。愿上帝你将平安的气力赏赐互阮，坚固你的教会，互
互你的教会会当真做赢得这个世界，会当得胜的生活，互每一个信徒活伫主你面前的福音，会当真实体会着主你的疼。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2礼拜牧师拢咧讲起，咱的教会要安怎真做一个永壮的教会，就是爱享受主的恩典，了解主是享受恩典丰富满满的上帝，阿门。所以这是咱前2、3礼拜咧讲的。顶礼拜牧师跟咱讲到一个主题，叫做赢得世界的教会，对不对？那一个赢得世界的，要当赢得这个得胜吼，得胜的这个教会吼，要安怎得胜？就是伊爱当伫教会内底爱培养出有一群伫信仰的根基稳固的基督徒的教会，也就是讲，咱得爱去思考，咱伫教会内底，咱是毋是一个信仰稳固的基督徒？我感觉每一个基督徒、跟对主的人、参与伫教会聚会甲上帝关系建立的人，拢爱去想这个问题。到底我甲主的关系有密切无？第二，顶礼拜牧师嘛，跟咱分享到，一个赢得世界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必须要能够将这个上帝所予咱的恩典，安怎去分享出去，会当伫社区的内底做宣告，甚至伫咱所处的环境的内底去传扬福音。第三，咱嘛讲起教会信徒的生命，就爱常常活出有见证的生命。为着主的疼，会当安怎？咱来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的生命，咱来当知影这个事的时阵，咱就爱搁来明白另外一项事。当咱会当赢得处伫这个世界，赢做一个赢得世界的教会之后，我们要知道是到底是你赢了，还是上帝赢了？是啥物人赢？咱讲输赢，我感觉人讲较袂爱听啦。吼，谁是掌权的？上帝嘛。所以咱知影，上帝掌权的环境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甚至领导者可以说他胜利，没有。但是我们可以说，上帝掌权，他去赢得了世界，可不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咱就知影上帝伊是掌权的。所以牧师今日主题是安怎讲？行大事的主，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你有相信上帝是行大事的主啦？会做大代志无啦？会袂？会袂？等下牧师跟咱分享见证。吼，牧师去到伫这个妙玲姐边仔的时阵。我看当刚好，这是真的是亲眼目睹，真的是一个大事情啊！什么大事？我看到这个妙玲姐哈，伊的面腔哈，真正哪像困去啊！伊皮肤还够火烧的，哎呀，走了1点外钟啊！我从以前在陪伴往生的弟兄姐妹、过世的弟兄姐妹，我从来没看过，真的。每次我都在讲说哦，那困去哈。其实我毋捌真正拄着，昨真正是互我真正拄着。所以伫迄过程的中间，对早起中昼的时阵，当工开始去甲伊讲话，做正常会当讲哦，吼。后来下晡我跟当工去的时阵，还会回应哦，还有示意哦。到晚上的时候，他离开，他的家人告诉我们说，他完成了。他完成了他想要见的家人、朋友。各位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我唔知影你安怎体会上帝，但是牧师要带领咱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假使主耶稣今仔日到你的身躯边，注意哦，是主耶稣今日到你的身躯边来看你的时阵，咱每一个人的心中拢会期待，吼。牧师即摆要带领咱来体验什么叫做行大事的主哦，行大事的主哦。我们先做一个假设，主耶稣今天如果来到了你的身边，然后呢，你心中会期待他做什么？你期待啥？
你可能期待伊甲你医治，对无？我有病痛，对无？我较软食软弱，你甚至你会想讲，我毋知要安怎行头前的路，求主来甲我教示，帮助我。主啊，教示我要安怎趁大钱，教示我要安怎做人，要安怎处事。甚至你会发觉讲，哦，主啊，你互我磨练，互我挑战，互我毋通一日过一日，感觉无啥物代志。兄弟姊妹，人拢有即种心理。甚至呢，你嘛会甲主讲，主啊，赏赐互我新的气力。但是兄弟姊妹，有可能主会安怎甲咱讲？这事我拢捌想过。主会甲恁甲人讲，哦，某物人啊，你若要成长，好会使。如果这是真正你要爱的，我就爱离开啊，我就要离开了，回头见。你觉得耶稣有没有可能会这样讲？会不会？会不会？来，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咱咧求嘛，咱期待嘛，对不？今天耶稣到你身边，你有期待啥？你有可能想讲牧师你嘛真奇怪，你就讲耶稣要来找我来见我，佮问我讲要爱啥物？你代表讲耶稣敢若要赏赐我啥嘛？啥咯？耶稣可以甲我讲，安尼吼。你若这真正是你爱哦，耶稣你佫会讲你要离开啊，蛮莫名其妙。但是我甲你讲哦，圣经内底耶稣捌安尼讲无？有哦。咱做伙来看，约翰福音16章第7节、13节到15节安怎讲？我要将真正的代志甲恁讲，我去是对恁有利益的。我若无去，保惠师就袂到恁遮来。我若去，就会找伊来，所以这个伊是什么人？圣神保惠师，对无？后壁13节讲，只要等待真理的圣神啊来啦，伊要引带恁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伊毋是凭家己讲的，乃是凭将伊家己所听见的讲出来，而且要将这个代志甲恁讲。伊圣神保惠师应邀我，因为伊要将受伫我的甲恁讲。既然爸所有的拢是我的，所以我讲，这个我是什么人？耶稣啦。耶稣讲，伊保惠师要将受伫我的安怎甲恁讲。所以对这段圣经在你有看见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耶稣的亲像我头拄咧讲的。哦，你若某物人啊，你若想要成长，你若是要爱什么，我就爱离开啊，回头见。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咱知影耶稣跟门徒的关系，时常门徒都跟在耶稣旁边，对不对？但是大家人拢咧等待耶稣啥，行新约基术啊，做王啊，做世界的王啊，做掌管的啦。对吼，林刚我是不是要做一个官位吼？做个官位，他很有能力啊，他使那个瘸腿的人行走，或者是瞎眼能看见吼。但是耶稣竟然甲门徒讲：“我真正要甲真正的代志甲恁讲。”兄弟姊妹，其实我会当看到耶稣伊咧在话内底咧甲咱讲这样代志。咱的主上帝，伊所要行的大代志，毋是咱伫眼前所看见的。咱内有耶稣，伊这个人，乃是伫咱的生命中间要安怎去体会到圣神的同在。所以主耶稣死了后，搁活了后，是虾米能力咧帮助咱？虾米能力？即嘛？虾米？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爱去体会圣神的工作。来，甲你边仔人讲，你爱去体会圣神的工作。所以主死了后，伊得到，互每一个得到救恩的人，爱伫圣神的内底去体会到上帝要行新约，行大代志啊！所以我过去捌听过有个人吼，伊捌甲人讲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我想讲，那一直咧呼求主耶稣，主耶稣就死个活吼，即摆是啥？圣神啊，请你来，圣神啊，请你帮助我。所以其实我感觉迄有一个顺序性。当然我知影，一个敬虔的人，伊会讲主耶稣，伊的心内嘛是有对圣神的期待的工作。但是圣神有会行几项大代志，
咱对圣经的内底，彼得伊伫五旬节讲道的时阵，吼有无？圣神降临伫门徒的身上，彼得就安怎？正人传道哦，讲道哦，然后互3000几个人安怎？悔改信主哦，这是圣神的工课。耶稣讲伫伊身躯边无啊？吼，啊来咧，都有啥物？这啥物人？司提反。司提反，咱嘛知影伫《使徒行传》第7章，司提反圣神充满伊，互伊勇敢伫公会面前，对这基督徒，互每一个军队主的人，甚至未捌主的人，互因搁一摆领受着主为因受难，帮助因的性命。第三，咱嘛看见圣经的内底，保罗伫路斯德的中间安怎帮助一个摆卡的人，互伊得到医治。兄弟姊妹，我真深的体会圣神的工作，圣神的工作拢一直咧帮助你若有心要做工的人。美尼多牧师伫第3小区做区长，这是轮的啦吼，叫年主轮的，毋是牧师爱要做啥吼。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吼，有一个牧者咧讲吼黄牧师你明年吼办一个这联合的啦，咱第3小区也拢无啥活动啦，教会甲教会中间拢无咧活动，看是办一个运动会啦。伫办这运动会，我会想讲这地点所在是要安怎处理的吼。后来我就想着，这大桥国中吼，嘛甲因的这校长小可接触吼，无来找伊啊。后来咧找伊的时阵吼，哇，这个谢校长吼，甲这个主任吼，这边这两个拢是姓谢的吼，两个人喏。因拢讲等下吼，咱讲遮个讲头拄仔之前牧师甲咱分享的这个基金会吼，在有关这个学校的社团的代志。伊讲无要紧，无问题。等下我带恁来看这个阮教会这个学校的校园吼，带阮去看去了解。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互我体会啥物？互我体会到上帝伊要行一项大项代志的成就通常拢安排好对起初、对年初、对阮开始跟这个谢校长接触，有无？然后在比班的过程，所以等阮开始去找伊的时阵，他已经知道我认识你，你这间教会的，你是大桥教会的牧师，所以伫迄过程的中间拢安排好势，所以互我足深的体会，圣神在做工是遮尔稳定。那你姊妹明年度牧师嘛邀请咱每一个同工讲咱若办小组牧区的活动，咱即摆开始运动恁敢有咧运动？有咧运动无？明年牧师即摆搁咧设想看是毋是有机会，咱会当办有关像乒乓啦篮球比赛，包含即个联合即个大队接力，即个活动呢，咱会当分门别类啦咱是明年的我用袂记，8月第1礼拜。8月第1礼拜，咱伫拜六下早起，9点到下晡4点，所以邀请咱爱培养一个健康的生命，就是运动啦，所以牧师毋是爱咱去迄天较去比赛是爱咱伫之前的时阵，咱着安怎，咱养成即个运动的习惯。所以咱会当招的小组礼拜日下晡，着去倒位行行咱嘛会当行去即个小桥公园行行，顺续去红兰街遐。明峰兄敢若2礼拜无来有机会咱来遐甲伊看看甲伊鼓励，咱彼此关怀，伫运动的中间，我感觉这是真好关系建立。那你姊妹，圣神的引带，通常伊会互每一个基督徒互伊有快乐。安怎安排，就是通过这个代志。所以咱对圣经的内底，咱嘛做伙来看。咱知影伫圣经使徒行传，当圣神降临伫门徒的身上。互因有讲方言的快乐。什么是方言？迄当时因咧讲的方言的快乐，就是伊毋是即个国家，但是伊会当讲迄个国家的语言所以迄个方言，煞互因会当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互迄个国家的人看到遮，伊都毋是阮国家的人，竟然会晓讲阮即个国家的语言，因感觉足讶异，是安怎恁会晓？原来这就是圣神的工作。当然，这种能力哪会使我感觉嘛真好咧咱传福音会当安尼做，但是咱即摆咱人拢知影，拢会晓讲国语、台语偏偏咱拢袂爱去传福音的咱拢无去了解讲，原来圣神的快乐有遮尔大所以咱来了解
圣神降临伫这门徒是要互因有勇气甲气力来做传福音。保罗伊原起初真做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但是上帝互伊伫圣神的感动的内底，互伊明白生命心思意念的改变，更新了后，伊要安怎祝福伫每一个基督徒。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的生命，咱来向领受着圣神的时阵，你就会体会到保罗伫罗马书的12章第20讲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兄弟姊妹，这个故事推信的内容，拢咧讲起圣神安怎引带人行往上帝所为备办的道路。而且，互因有气力去完成上帝旨意，这敢毋是上帝惊大代志吗？我阁讲一遍，当上帝通过这圣神的工作，互人有这个能力甲气力，知影要安怎做，兄弟姊妹，伊的生命会带来改变袂？会，伊的生命带来改变，你会看见什么？你会看见这的代志，真正毋是人会当做的，但是上帝会当做。甚至你会了解，上帝就是惊大代志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3章20节到第20节讲，上帝会当照着伫咱心中间伫运行的大气力，大超过咱所求所想，来成就一切。愿荣耀伫教会中间，通过基督耶稣归乎上帝，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阿门。其实这段圣经在使徒保罗伊咧讲的头前一半面，还佫有一个真重要。伫这段圣经在是保罗伫基督的中间，伫对上帝荣耀的学乐。去当时的教会处伫一个挑战，但是保罗爱信徒会当知影，上帝气力是无限的。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上帝气力是无限的。上帝气力无限在伫啥？人是有限的，上帝能力是无限的，代表在人不能，在上帝会怎么样？凡事都能嘛。因为无限的是你想象得到、想不到的东西，它还是可以成就。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何尝不去尝试看看？所以咱知影保罗咧提醒咱，上帝唔拿伫个人的心上要成就大事，伊嘛要伫教会、要伫逐个所在来成就无可能的事。所以兄弟姊妹。即摆咱要做运动会吼，牧师是爱咱大球教会，咱是啥地主哦？意思就是讲，咱迄天的交代，咱得爱代表甲牧师做伙参与伫迄个活动的中间来斗相共，吼。所以你可能讲牧师我咧斗相共，我是要安怎去比赛啊？兄弟姊妹，重点毋是比赛，重点是迄个过程的中间，咱做伙安怎？咱做伙，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咱的中间，互因看到讲，大桥教会人无介济，但是因佫遮尔勇壮，所以你会当招人啊，招你的朋友来斗相共。我嘛甲即个子安讲，你爱开始招这青少年，请因去招学校的同学，做伙来做同工，做伙来参与。兄弟姊妹，咱若安尼去做，福音敢会传出去？会啊。因为当你要做的时阵，咱爱甲伊做伙安怎搬烂，家教导、家分享，互伊知影要安怎看咱做伙完成一项上帝真要紧的工作。所以我一直感觉，咱若有机会有这放伫咱的心内底来去做的时候，我拢相信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伫运行的大气力，大超过咱所求所想。所以兄弟姊妹。以弗所书第3章的头前，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看。第14节讲，所以我伫爸面前跪落，天顶地下，大家拢是对伊来得着名，求伊按照伊丰盛的荣耀，借着伊的灵，叫恁心内的大气力安怎刚强起来，互基督因为伫恁的心点伫恁。心内叫恁的疼心有根基啊！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的疼无根基，是因为咱无信基督。我搁讲一遍哦，17节咯。
咱的疼心要有根基，是在伫倒，在伫咱有心，信基督哦，踮伫咱的心内。所以，如果咱信主的人，你若无基督，伫你的中间，你相信，就算你讲你相信基督，你讲你无疼心，迄是无可能。所以，一个有疼心的人，讲伊有疼心的人，就爱真正去认捌，到底伊有信基督。因为咱知影基督的疼是啥？爱是怎样？爱是包容，爱是凡事怎样相信呢？凡事怎么样忍耐呢？哦，光爱的真谛，你去想一想，你就知道基督的爱就是如此的怎么样？凡事都是无限的，好、哦，那个爱是非常深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咱来了解，伊有所的信徒。圣经的内底，就一直咧，互咱体会。保罗咧讲起体会基督无限的疼，是伫圣神的内底得到坚固。甚至伊咧讲起这段基督，保罗咧较无每一个信徒爱了解，经验着上帝大亏难，远远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第三，伊嘛咧望教会会当去充满主丰富的稳定的中间，是爱借着圣神的亏难，伫伊的内心去经历。伊的生命较会持续长大，持续变化。所以兄弟姊妹，圣神加添的气力是啥？他拄仔咱所看14节到第19节内底，16节是啥物？16节讲求伊按照伊丰富的荣耀，借着伊的啥物？伊的圣神啊，借着伊的圣神安怎？会互伊心中会当得到刚强的气力，叫伊的心内气力刚强起来呢。18节讲啥物？18节讲会当互伊甲正信徒做伙明白基督的疼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疼心爱有根基无？爱有根基啦。咱的疼心若无根基，咱的信心就无气力。第18节讲啥物？18节伊内底嘛咧讲起，爱咱甲人的关系顶面爱明白主基督的疼。也就是讲，咱常常咱对看一个人，咱若看袂落吼，你爱知影讲，你的心无够疼心。你毋通去想讲即个人安怎，你爱想讲你的疼无够，爱了解无？啊，你若看着你跟即个人关系愈来愈好，代表是啥？代表你的疼心是有够的。但是你若看着你甲即个人，你感觉即个人我疼袂落，那我们就操练我们自己，爱了解我意思无？所以兄弟姊妹。甲人的关系顶面，会互咱人去明白主基督的疼，吼，的讲法，就是安尼咧讲。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去体会行大代志，吼，行大事的主的生命的方法？第一个，牧师要邀请各位，我们要依靠上帝的能力。撒迦利亚书4章6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有一个真著名的这个布道家，宣教师，这个大卫李文斯顿，伊本身伫非洲传道非常的辛劳，伊亲身去体会，我靠圣神，我靠上帝的气力，会当超越过侪困难。这个英国的探险家宣教师呢，伊本身是第一位行入去伫非洲这个非洲大陆的一个宣教师哦。非常的真要紧的一个人物，所以伊的一生的中间，伫33冬的中间，踏入伫非洲的这大陆的中间，伊行过侪沙漠潮湿的雨林，甚至经过侪看见这黑人伫咧被贩卖成为奴隶的中间看到感觉讲人的生命价值。伊个过程的中间，伊体会到，伊要安怎帮助这个黑奴。甚至如何在英国里面的制度里面把它废除掉，所以伊是一个真要紧的人物，伊的成就非常的重要。人伫李文斯顿的中间，生命中间，伊唔知影，大家拢唔知影非洲的情形，但是透过李文斯顿了解到非洲大陆这个所在。李文斯顿伊甘心家己的选择，伊尽力伫充满着侪痛苦的中间，伊要愿意安尼去做。李文斯顿伊的目标是啥？伊的目标就是为着要将福音带到伫这个所在。伊去过所在，伊感觉真苦，但是伊拢唔惊，
因为呢，李文斯顿吼，伊10岁的时阵吼，伊就伫棉花田吼咧工作，一天工作14点钟啊。啊，下班了吼，伊就爱搁去读夜校，一礼拜吼7天的中间拢重复同款的工课。所以有人讲李文斯顿吼，9岁的时阵伊就晓背啥，你毋知？伊晓背诗篇119篇第1节。吼，咱做伙来看吼。咱有机会邀请咱的主女的，咱做伙学习哦。诗篇119篇第1节安怎讲？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圣经的话真要紧，嘛真做这个宣教师一生的中间，领受主的呼召。伫伊一生的中间呢，李文斯顿伊捌讲过一个真有名的话，伊讲。我的一生啊，除了解救人的灵魂以外，无第二个选择。我要全力会当去装备家己，希望家己会当安尼来行。所以李文斯顿伊传基督福音帮赞非洲大陆的这个黑人，互因明白帮赞伊甲因治病，教导因要安怎正做经商。伫迄过程的中间，伫伊晚年的时阵，李文斯顿伊捌伫摆伊的演讲的中间。有人甲伊问讲到底你是安怎有这个气力啦？你的气力是对倒位来？伊讲啥物？伊讲圣经内底主讲，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所讲的，即句话就好啊，就够啊。哇，咱圣经看过足侪话，拢感觉袂歹对吧？但是有当时咱看到这个话，咱拢无拄感觉。真的啦，咱拢感觉哪像咧甲遐看故事册啦。但是李文斯顿讲，只要即句话就好啊，我就常常甲恁同在，直到世界的落尾。家己姊妹伫教会内面，咱要安怎样体会惊大代志的主？第一项，我靠上帝的气力；第二，咱就爱找求圣神的引带。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咱做伙来读。只要单台真理的圣神来啦，伊就要引带恁明白一切真理。这段圣经在提醒咱，圣神就是一个引带者。圣神是一个引带者，伊就会当带领咱行伫主的道路顶面。19世纪一个真有名的中国的宣教师戴德生，伊领受圣神伫中国大陆的所在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伊伫圣神借着圣神的气力建立中国内地会。伫迄当时呢，这是台湾人吼，这个90岁的这个年长者吼，伊叫做刘树存弟兄啊。伊非常感谢上帝，就是伊的老爸安怎，伫伊细汉的时阵吼，甲伊教导信用。但是这个刘姓存的老爸呢？伊本身是一个空军的这个技师啦，所以伊伫中国大陆的中间呢，伊拢咧开无人机，嘛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受到侪真好的待遇。所以这个刘姓存伊的爸爸，因为是空军的关系，互伊得到足好的待遇的接待，所以伊伫细汉的时阵环境真好。伊伫细汉的时阵呢，伊常常爸爸因为拢出外。所以无得到照顾，大部分拢是妈妈咧甲伊照顾，所以伊真欠缺伫父母的中间的关怀。为什么？因为伊的妈妈嘛伫伊细汉的时阵开始学着跋筊，所以呢，这个刘姓存伊伫细汉的时阵，就失去父母好好管教的时阵。但是呢，伊的爸爸真爱这个主上帝。伊的爸爸虽然是空军，但是伊的爸爸常常会伫伊的身躯边甲伊换手讲。甲伊讲啥？伊讲一个人就算是赚到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到底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回自己的生命呢？这是伊的爸爸刘姓存的爸爸常常咧甲伊讲。这个是刘姓存我头拄咧讲的是伊的爸爸伫刘姓存伫伊细汉的时阵，就常常甲伊换手咧甲伊讲这个话。后来呢，这个刘姓存伊本身伊行过侪人生侪挑战。伊安怎？伊伫中国大陆，伊掠条经济发展的时阵，真要紧的时阵。伊伫65岁的时阵，年纪真大的时阵，伊伫原底有一个第一村，
后来因为离婚关系，后来65岁，伊佫娶得第二春，佫结婚一摆。伫迄过程的中间，伊选择农业，开始去广东、广西、海南、江苏、江西、湖南开拓伊的事业。起初生意袂歹，趁真侪钱，但是无偌久呢，因为扩展了伤紧，亏损真多啦。估计伫迄过程的中间，总共伊被倒小倒400多万，人生陷落真困难。刘信存伊真感恩的表示讲，就算是安尼，伊知影主耶稣有缘在帮伊开道路，所以伊的朋友知影讲伊经营无好，就甲伊斗3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佫熟悉即个第二春的即个对象叫做苏翠君姐妹。因两个人呢，生了一个囡仔，查某囡仔。伊为着考量，因为囡仔细汉，虽然伊即马拢无啊，伊因为安尼拢无了后，伊就决定带着囡仔甲即个太太倒转来到台湾拍拼。倒转来的时阵，伊嘛感受着上帝的恩典。为虾米？迄当时伊年纪大，65岁后，65岁的时阵，伊安怎？伊开始放下身段，伊过去趁真侪钱，后来伊放下身段，愿意做任何项工课啦，就算是摒扫，伊嘛愿意啊。所以伊伫迄过程的中间，爱一个4岁囡仔，伫遐咧摒扫。伫迄过程的中间，受到一个基督徒的聚会处，一个基督徒聚会处聚会所诶姊妹看到，讲哇，你啊老生你遮辛苦安尼爱囡仔咧工作无你囡仔来阮即个所在上主日学啦，你去上班，安尼对囡仔发育成长较好。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刘树存伊嘛感觉讲真感谢，伊感觉讲对迄个时阵开始，伊了解伊爱重新倒转来到伫主的面头前。对迄摆开始了后，伊的查某囝。对细汉就开始有稳定的教会生活，伊嘛开始咧思考体会到圣经内底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9节所讲：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的生命。所以伫迄过程的中间，伊感觉，伊讲起伊家己一摆搁一摆受最打击的中间，但是上帝安怎带领你，互伊伫摒扫的中间嘛体会到恩典。伊讲伊有一摆咧摒扫的时阵，到伫一间即个大楼伊入来了哎哟，即个所在就是我较早伫遮咧挥霍啦，伫遮咧享受的时阵开真侪钱的所在啊。但是重新去倒来的时阵，伊感觉伊的生命无相款。兄弟姊妹，伫迄个中间，伊体会圣经一句话啦，诗篇113篇第7节讲：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兄弟姊妹，刘树存伊认为，伊会当伫最后人生65岁已经年长啊一切所靠的，若毋是上帝恩典甲拯救，伊无法度通面对伊的生活。伊认为，当伊咧面对这个代志的时阵，伊感觉，伊的生命反倒当伊伫摒扫的中间愈来愈好啦。后来伊到伫80-90岁的时阵伊感觉。伊遮的活动量是应该有的啦。伊感觉讲伊食到遮老佫会当安怎主力行活，行动自如啦，甚至没有任何的疾病缠身啦。这难道不是神的恩典吗？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恩典大开咱，互刘树存兄弟亲身去体会到生命更新的改变。互伊知影一切拢是上帝所做的，若毋是上帝，伊的生命无法度通留存到伫呾啦。所以兄弟姊妹，当即个妙玲姐离开的时阵，我甲着爱张乐讲，着爱张乐，查某囝离开，这是咱人生命拢会拄着爱面对死亡的真要紧的过程。你毋通放弃家己的生命。伊讲袂啦，牧师，我知影。咱的生命中间，就算我是送我的查某囝，但是我犹原爱安怎？我犹原爱来做工。所以咱的同工伫2-3礼拜、几来礼拜前，咱就沟通讲，咱爱鼓励，着爱长老鼓励咱的兄弟姊妹，包含咱接续，咱爱继续来陪伴，
互每一个当亲人有离开的时阵，咱拢爱伫陪伴的中间，鼓励因勇敢继续来为主做工，为主来活。兄弟姊妹，刘树存兄弟，伊愿意付出真侪心力，人见证耶稣基督的疼。伊的太太苏翠君，伊安怎？伊甲伊的先生丈夫，透过奉献来操练委身的课题啦。最后嘛，受到上帝最祝福。伊原本两个夫妻做一个清洁零工啊做这摒扫的。后来因家己成立一个清洁公司啊。夫妻两个人年纪大，但是安怎因拢是亲力亲为啊。有用的时间他们大量的参与教会的聚会。所以这刘树存，伊真欢喜去接受朋友的邀请，去到教会甚至任何所在去分享见证。所以90岁，伫个生命中间，伊虽然有侪捌过去用社会眼光标准在看世间人，但是伊伫个生命中间去体会到上帝无安尼看待伊的生命的时阵，伊搁较清楚去看见伊的生命有搁较重要的任务，就爱去完成。伊的老爸当初捌甲伊讲起的，讲安怎？讲人一个人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到底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刘树存伫一生最后的时阵，伊捌宣告讲，伊讲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每位兄弟姊妹。我真感谢咱小长老的这个丈夫陈默大哥。咱知影陈默弟兄伊几岁啊？超过80但是伊拢伫咱的兄弟姊妹咧时常咧开车咧载咱的兄弟要安怎互因会当方便来到伫咱教会？因为咱教会社青无够啦，咱的社青牧师嘛真鼓励咱的社青啊，未已经适当会晓开车的年纪去学开车啦，咱教会需要更较侪会晓开车的勇士兄弟，咱做伙来参与伫教会才会福音的工课，会当来载兄弟姊妹，来帮助咱的教会兄弟伫亲近上帝、敬拜上帝的道路顶面会当更较顺遂。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去经验这个行大代志的上帝，安怎伫咱的生命中间？为咱备办一个今仔日咱所爱学习的第一项，就是爱挖靠上帝的大困难；第二项爱找求圣神的引带，求上帝帮助咱，互咱领受这个真理，互咱的生命会当学习跟对主的脚步来行，互咱的生命得到丰丰富富的稳定。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很感谢你，我知你是行大代志的上帝。你要伫阮的生命中行神迹奇事，是要爱阮的生命伫你主你的能力的内底，体会到阮人无法度通想象的迄个无可能的性，迄个可能性，互阮的生命会当真实体会到，感谢主上帝你所圣神所享受的快乐，帮助阮，引带阮，互阮行伫主你的道路中间，帮助阮会当伫困难的中间更加勇敢徛起。主愿上帝你帮助阮，学习挖靠主你的大气力，通得到信仰生命的坚固。互阮会当每一摆伫学习伫基督的内底来恳求主上帝，互阮的生命会当哪行哪得主你的欢喜。愿上帝你赐福阮，互阮的生命常常伫教会内底，毋但会当学习服侍主、服侍人，嘛互阮的生命会当不断伫主你的话语的中间去看见主上帝你是行大事的神，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你的国度里面来荣耀主，做光做盐来荣耀神。谢谢主，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需要上帝你真理活命的话来感动阮的心，帮助阮，互阮时常会当跟对主的脚步来行。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有时需要平安、需要安慰的时，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教育的快乐甲力量。陪伴阮身躯边的人，有需要的人，特别阮要为着妙玲姐的家庭来祈祷，恳求上帝你帮助祝福伫着爱长老、甲金树兄弟、甲伊的亲人朋友，
每一个伫主你的面前，愿为着伊来流目屎的人，愿上帝你安慰的灵赏赐互阮，互阮去经验着主你的同在。愿你继续带领阮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伫欢喜和乐、敬虔的敬拜的中间，来体会着主你所赏赐的平安甲祝福。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歌吼，这条歌是华语的啦吼。这条歌曲所讲，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变成河。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万物受受大地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大地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这首歌，牧师今麦无啥声吼。这首歌若拄讲起，咱爱诉说咱欢喜的声来俄勒伊，来诉说他的作为，也就是我们要去做见证。我们依靠神就能够施展大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求主赐福我们。在你跟你旁边的人跟他说，求主赐福你有能力为主做见证。求主赐给你能力为主做见证。这是邀请咱做伙同心来奉献，愿咱会当做伙伫主的面前，享受主的平安甲真理活命的话，互咱通过奉献，用咱生命行动来回应主的呼召，回应主上帝的赏赐。这位起立，请咱起立。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而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心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这时咱犹原徛地，咱做伙来吟上用的87首《荣光归圣地上帝》。荣光归圣地上帝，荣
主疼的恩典常常保护咱、守护咱，互咱的生命常常伫享受主的恩典的中间所享受的平安甲喜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互咱的一生的中间享受看见主所行大代志，伫咱的生命中间享受迄个快乐，享受迄个对主里遐来的帮助。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请坐密道闭会。礼拜四，咱礼拜四